来看台东的金针是真出名，即马伫本的天山农场有种台东7号金针，即马花已经是开到规山坪。农粮署讲，这款品种的金针会当做料理，而且制停无残留，食着嘛安心。伫台东伫本的山区，即马黄金色的金针花已经开到规山坪，有不少游客拢来欣赏。经过伫台东县，若要欣赏金针花，都要到7月份伫太麻里的金针山才有得看。不过，即马伫本山区中继海拔的天山农场，有种台东7号品种的金针，每一年4、5月时阵，金针花都会大开。很美啊，很漂亮，算盛开哦，很棒哦。因为今年是天气的关系，所以是在5月初开，大概到7月初左右。天山农场嘛是台东县头一个有产销履历的金针农户。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，这农民种的是台东7号品种的金针，花期有较早会当闪开风台的时期，遐若采收的花园真适合物流加工，而且佫会当入坑，会当做各种无共款的菜路，毋但好食，佫有产销履历，互消费者会当食着安心。那这个品种的特色呢，它适合鲜食，那它的花蕊的部分也是黄色，所以它整个在食用的过程它是不需要加硫的，它是真正的一种无硫金针。即嘛是热人旅游的大月，伫本低海拔的山区，金针花会大开到7月份，所来7月了后，太麻里关山的金针就会开花，游客热人去台东旅游，会当欣赏金针花，食金针的菜路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